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谁说过太多，谁想的故最后一场。是啊，最后一场。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？这阿姨，我不要跟你说话！医生，医生，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我儿子怎么样了啊？刚才做了 CT， 大脑没有损伤，只是颌骨骨裂。骨裂？这骨裂？刘一鸣呢？剧院的人都去哪儿了？人呢？莫董，我们出去说吧。刚给志恒打了止痛和安电，让他休息一会儿。走吧。志恒，对不起。走，走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剧院的确是负有责任啊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您儿子先动的手。当时现场的许多观众和台上的演员，他们都亲眼看到了。看到了？你为什么不说我儿子动手的理由呢？我会保留追究剧院责任的权利。妹妹，不要冲动。再说，志恒受的伤也不是那么很严重啊。骨头都裂了还不严重啊？要把人打死才叫严重嘛！不说啊，丁院长，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咱们坐下来再慢慢解决，好不好？也好，也好啊，需要有人帮助的话，不需要。好，再见。这种人真是。叔叔，阿姨，这件事儿
你给我一个解释。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件事都是我不对。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就是这样回报志恒的吗？你就是这样不辜负志恒的吗？是，也许你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，可是你做了最令他难堪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不说啊。对不起，阿姨。你走，你走啊！离我儿子远远的。妮妮，你先走吧啊。从此，你给我记住，走出志恒的生活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你知道你离开我身边以后，我是怎么度过的吗？我不止一次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可能再爱你。可是我做不到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已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剩下我迷失在无序的心结，等待你同我携手走来，岔路口你是爱情消散在雨中线索，隐藏着重重牵挂，我那个世界已无人的街，停在这一页。我为什么要回来？梦玲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
经历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将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剩下我迷失在无序的心间。儿子一晚上又没回来，昨晚是最后一场演出，今天又要走，和哥几个还不得喝一场啊？哟，儿子回来了。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哟，你这脸上怎么了？妈，我没事儿，啊。怎么叫没事儿啊？老头子，我怎么看他脸上有被打的感觉呀？不会吧？他不是化妆演出吗？没卸妆，喝酒去了。你呀，行了，我去买早点去啊。好，你收拾收拾。这怎么了？这是大早上这么大火？你看看，你看看吧。这不是在唯恐天下不乱吗？这件事情必须马上解决。你打算怎么解决啊？我在想，要不要起诉刘一鸣？不好，不好，那也要澄清一下事实吧。凭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啊？凭什么说我儿子把他墙角啊？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。这样吧，我一会儿给报社主编打个电话。这新闻是要负责任的。他们不会去医院骚扰志恒吧？那你赶快先去医院吧。啊，我这就去。